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《天下》杂志来公布着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的调查，会当看到这个屏东县长潘明安摕下冠军，第2名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第3名是桃园市长郑文灿，若吊车尾的是台北市长郭文铁。台北市长郭文铁伊参加智慧城市论坛，虽然讲挂嘴暗、面口暗起来，但是看得出来人心心有心思。2020年县市首长施政的满意度，屏东县长潘明安连续阁摕冠军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摕到亚军，桃园市长郑文灿第3名，首都台北市长郭文铁最后1名。的分数还没有举手来大家小心哦，进可以莫错郭文铁表现上好的一摆，就是当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就是2015年的时阵，迄摆排第9名。隔一档跋落来变第21名，搁来一档进步起来。但是去年第20名，今年又搁退步。白色的力量曾经有遐尼悬的人气，敢讲落尾手煞会愈来愈稀微。